重申過好多次㗎啦。咁我不如睇下3月之前港督係點講嘅。If they seek to dismantle that legislature on the 30th of June 1997, or rather on the 1st of July, they'll have to explain how what they're doing is in line with the joint declaration and the basic law, if they can. Until the 30th of June 1997, we intend to do absolutely nothing at all which could conceivably undermine the authority and the statu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Now, I've been saying that for some month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s been saying that for some months. Other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ve been saying that for some months. That's our policy. It has been our policy. It is our policy today. It will be our policy until the 30th of June 1997. Full stop. 係港督先生，今日咧你就喺施政報告裏面講得好清楚啦，同臨時立法會咧係劃清界線嘅。咁但係根據籌委會嗰個時間表咧，臨時立法會大約係2個月之後就會產生。咁睇嚟好大機會咧，臨時立法會係會出現嘅。咁港府到時會諗住點樣做咧？同埋係咪已經預咗到時會有好多矛盾出現嘅咧？如果係有爭拗或者係矛盾嘅話咧，呢個唔係我哋引起嘅。喺4月嘅時候，當錢其千先生係面對英外相嘅時候，佢已經係好清楚咁講明，由而家直到出年嘅7月1號咧，只係得一個立法會，只係得一個港督，只係一個樞密院處理法律嘅上訴。佢亦都講得好清楚，臨時立法會我哋係肯定反對嘅。佢亦都講清楚咧，臨時立法會唔會喺7月1號之前執行任何嘅職務。所以我好希望啊，錢先生嘅意見，錢先生作為佢嘅立場咧係會俾大家跟隨嘅。如果係唔係咁做嘅話咧，咁就會引起香港嘅不穩定嘅情況。唔係因為我哋嘅行為，而係因為中方嘅行為。因為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臨時立法會喺法律上面嘅地位咧係7月1號之前係冇辦法成立嘅。咁我諗有好多人都會問，點解要有咁個臨時立法會呢？一定要面對一個事實，就係如果係臨立會存在嘅話，佢所做嘅嘢呢，我相信呢，肯定呢係會得到稍後嘅法律挑戰嘅。我留意到總督先生咧喺你嘅施政報告當中提到反對臨時立法會，同埋咧同佢劃清界線。劃清界線呢個語氣相當重㗎，但係你冇講到點解反對同埋點解都要同佢劃清界線。你係完全冇提到啊，佢係違反中央聯合聲明同埋基本法嘅，同埋你話佢將來嘅立法會受到質疑，呢個就係中文嘅譯法啦。假如亦都可以譯為係挑戰，佢就會受到挑戰。其實你可唔可以話係啊？佢立出嚟嘅法律啊，將來會喺國際上邊懷疑佢嘅合法性，甚至到認為呢啲法律係唔應該遵守嘅咧？我哋其實講緊兩種不同嘅情況嘅。首先就係成立臨時立法會嘅唔好處，因為我覺得而家嘅立法局咧其實係好公正公平咁樣選出嚟嘅。咁但係仲有另一個問題，呢個問題都係相關嘅，就係話臨時立法會喺6月30號之前存在呢個問題，我相信冇任何嘅律師咧會懷疑一點，就係話如果有咁嘅情況呢，而聲稱係開始立法，特別係出年6月30號之前呢，呢啲咁樣嘅法例咧，肯定係將來咧係可以受到法律挑戰嘅。呢一點唔係我自己作出嚟嘅。其實唔好咧係一件事，因為任何律師會咁講。合法有一件事，有冇法理根據係一件事。即使係錢其琛先生啊，佢用委以成催呢個成語啊去形容臨時立法會咧，都覺得佢唔係幾好啦，好似做錯嘅嘢唔做落去唔得嘅啫。其實唔係淨係成臨時立法會唔好，仲要佢係唔係合乎法理根據嘅，合唔合乎中英聯合聲明同埋基本法嘅，呢啲係最緊要，唔係好唔好嘅問題。我想對唔住，我係完全接受你呢點嘅。而英國嘅好多官員咧已經係講得好清楚，就係話臨時立法會喺出年6月30號之前成立嘅話呢，就會係引起人質疑中國對於聯合聲明裡面佢哋所要扮演嘅角色，呢點係毫無疑問嘅。但我哋一定要分清楚兩點係好重要嘅。第一呢，就係委以成催呢一點。
香港咧係有民主嘅發展嘅，咁而錢先生咧就話米已成炊啦咁。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成立一個機構，呢個機構咧係令人有好大嘅懷疑，係冇憲制嘅基礎，話喺6月30號之前要成立。咁而錢先生喺呢一點方面咧，對住英外相喺4月嘅時候已經講得好清楚，就話毫無疑問咧，香港咧唔會喺6月30號之前有多過一個立法會嘅。你諗下，如果我而家話提議，又或者話暗示話應該會有另外一個立法會喺6月30號之前成立嘅，咁係有幾大嘅不穩定性呢？我哋咧係絕對相信，要維持香港嘅法治，要確保香港現有嘅憲章、憲法，同埋係喺6月30號之前嘅維護憲法，即係話當時嘅基本法呢，我哋呢就根本上睇唔到6月30號之前成立嘅臨時立法會點樣會冇人質疑。之後成立呢，佢都係唔符合中英聯合聲明同埋基本法喎。唔知總督先生係咪認為咁樣呢？ I think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我覺得好難去由中方嘅官員解釋嘅。由400人推選出嚟嘅立法會臨時立法會點樣可以符合聯合聲明同埋基本法嘅？中方官員呢需要申辯嘅，就係第49條呢，就係話選舉，所謂選舉啊，其實啊佢哋嘅意思就即係話只係400個人選舉出嚟，咁好多人都唔會接受嘅，咁但係或者有啲律師認為可以接受啦。不過我完全同意你嘅睇法，就係臨時立法會呢，完全係冇好處，而且呢亦都反映呢就係中方官員呢對香港呢係唔夠信任嘅。我唔同意港督先生嗰個講法。嗰個爭議係由港督先生你引起嘅，唔係由中方引起嘅。原本基本法第一屆立法會嘅產生方法咧，其實同總督先生未離任之前嘅英國政府咧係有共識嘅。問題就係話，我好明白，其實喺啲施政報告度冇講到一個真正嘅理由，就係話點解你唔能夠支持其他任何嘅方案、任何嘅措施，就係因為你講咗。95嗰個政改方案咧係符合基本法嘅，而支持你嘅立法局議員咧，亦都話嗰個係符合基本法嘅。如果你去支持另外任何一種措施咧，都表示會自己打自打嘴巴嘅啫。所以我覺得嗰個先係真正你唔願意支持其他方案嘅理由嚟嘅呢個。There was no agreement. 係冇協議嘅。英國同埋中國方面關於選舉嘅安排係冇協議，我哋係希望能夠達到協議。喺92同埋93年都有嘗試過。嗱，除非我哋肯定咁樣清楚知道我哋爭拗嘅係乜嘢。而家爭拗嘅問題呢，就係我哋究竟係咪有一啲公平嘅選舉，定係有一啲事先已經知道結果嘅選舉？我哋而家爭拗嘅就係究竟有幾多個支持民主派嘅立法局議員係香港人可以選舉去成為立法局議員嘅。如果啲結果係完全唔同嘅話，我相信嘅情況可能會有少少改變，而中方對於立法局嘅睇法都會有改變。我哋先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我哋會繼續再討論呢個過渡嘅問題嘅，一陣見。Forest Hill 以龍山莊。歡迎繼續收睇彭定康論壇。咁喺呢一節咧，我哋又會繼續討論咧過渡期嘅問題㗎。講到自從92年上任以嚟咧，同中方嘅關係一直都唔係咁好㗎。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咧曾經好嚴厲咁批評過港督，話佢係千古罪人。不過最近又公開講，就話會喺主權移交儀式裏面咧同佢握手講再見嘅。咁不如我哋就回顧一下呢啲片段啦。彭定康先生將來歷史上要成為香港的千古罪人。那麼到7月1號，大家希望能夠平穩過渡了，平平穩穩的過渡。那你是不是會在移交儀式的時候跟彭定康握手？他要走了，我當然了，是吧？來說聲再見嘛，反正。還有就是香港的。係啦，彭定康先生。咁咧就魯平先生就多次講過，希望香港能夠順利過渡嘅。咁但係今日你喺施政報告裏面提出一個新講法，話就係成功過渡。咁你心目中成功過渡同順利過渡係咪有好大嘅唔同嘅咧？同埋你第日諗住點樣同行政長官去合作，使到佢能夠又順利又成功嘅過渡咧？ Well,
你講呢點好有意思。過渡可以好順利，但係結果唔成功。譬如話，你坐救傷車去到醫院，過程好順利，但係出唔翻嚟。咁但係入親醫院，你都希望可以成功出翻嚟嘅，就唔係掛住咧嗰個路程本身係咪順利嘅。咁情況唔係完全相同啦，但係最緊要咧就係成功同埋順利係唔同嘅。我哋最緊要就係希望有成功嘅過渡。等到香港將來可以繼續係成功、自由，同埋咧情況好似而家一樣咁好。如果我哋能夠達成呢種嘅成功，而唔使有任何嘅爭拗，能夠順利嘅話，咁當然最好啦。但係最緊要嘅係成功，而唔係過程順利。因為中間如果係即係有少少顛簸咧，都唔係咁緊要。咁我想解釋清楚啦，就係人人都希望順利過渡啦，但係其實人人更想有成功過渡。或者連生想問問題。總督先生，我想問一個問題。你講嗰個成功過渡，但係如果譬如萬一頭先我哋講緊嗰個問題，就係即係臨時立法會真係咪已成炊啦？咁令到香港出現兩個權力中心，咁嘅時候能唔能夠成功過渡呢？或者如果出現咁嘅情況之下，你要可以做啲咩工作先令到你可以成功過渡？咁樣係唔會幫助成功過渡嘅。如果中方嘅官員又或者係籌委會，佢哋係堅持要成立一個冇憲制基礎嘅機構，我已經講得非常非常清楚，今日已經講得好清楚，而家再想再重強調一次，我係會同佢哋合作，我嘅政府亦都會非常之有熱誠同埋積極咁樣同後任嘅行政長官合作。社會希望我哋咁樣做，我哋亦都希望咁樣做。咁我希望咁樣呢，就能夠對於一個成功同埋順利嘅過渡都有貢獻。如果我哋係完全錯誤咁樣同一個臨時立法會嚟合作，咁而我哋希望呢，就係錢先生4月所講嘅説話呢，係等於中方嘅立場。如果我哋係有咁做嘅話，咁對於我哋現有嘅有憲制基礎嘅立法局，我哋又應該點樣交代法呢？如果係咁嘅話呢，喺未來8、9個月呢，就會好難管治香港，同埋呢就會有不穩定而唔係穩定嘅情況出現。啲人可以埋怨我哋。但係並唔係由我哋提出呢一個冇憲制基礎嘅架構嘅，係某啲中方官員所提議出嚟嘅。我好希望呢，佢哋會遵從錢先生所講嘅説話，就係話由而家到6月30號只係得一個立法局。或者我嚟聽聽一位同學嘅發問好嗎？港督先生，我想問下呢，你喺今次施政報告裏面呢，就講咗話有啲香港人呢，就喺北京打小報告，令到你港府呢推行呢政策就有啲阻礙啦。但係你又唔肯講邊啲人打小報告喎？咁呢會唔會令到我哋香港人呢就造成呢不必要嘅揣測，同埋令到我哋有啲政治後過渡期嘅政治有不安嘅因素呢？我嘅意思唔係咁，我嘅意思即係話咧，以我嘅判斷嚟睇啊，而我覺得呢個意見其實係好多其他人都有嘅，就係對於自主權嘅最大威脅咧，反而就唔係北京嘅官員呢，就係一手奪去香港嘅自主權，而係就住香港基於誠信而制定嘅政策決定呢，有啲人呢，就係上告北京，希望推翻嘅。咁我今日喺新聞發佈會上面呢，就講話唔需要講咩人名啦。咁有好多人呢，佢哋嗰個手勢啊、表情啊等等，都已經顯示佢哋都明呢點嘅，根本而家唔需要即係講任何人名嘅，我都唔想有任何嘅紛爭嘅情況。咁但係呢，我希望人人都可以支持公務人員，同埋支持將來嘅行政長官可以保持高度自治嘅。港督先生，假設真係有人係暗中係向北京寫小報告咁樣，咁嘅時候會唔會就顯示咗喺你呢個管治期嗰種失敗呢？因為如果你係有一個好正統嘅渠道，有一個好成功嘅渠道同中方去做一個溝通嘅話，咁又何嘗需要理會有啲咩人可以做啲咩嘅暗中嘅報告呢？
唔係，我可以諗到某啲決定，呢啲決定呢喺報紙度報導過，包括其中今日有出席嘅一張報紙。咁呢啲決定呢，可能係延誤咗幾個月，甚至係幾年，因為呢係有好多人就稅。咁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嘅行為呢就係拒絕協議、拒絕妥協，直到我哋能夠得到一個係以香港利益為前提嘅決定方案，同埋呢就係有正確嘅商業考慮同埋人人平等嘅情況競爭之下而達成。呢點呢就唔係由於香港政府同埋北京溝通欠缺，而係由於一啲決定唔係由英國政府決定，而係香港政府以香港人嘅利益而決定嘅。對於某啲利益小組係認為唔啱嘅，佢哋唔容易接受嘅。我哋都知道呢啲事係發生緊嘅。其實呢個係呢啲事實嚟嘅，人人喺出面都知道㗎。可能大家覺得唔方便提嘅啫。我覺得廣東先生正話開頭嗰個比喻唔係幾妥當，唔係幾恰當。其實我哋而家唔係入醫院，入咗醫院我哋當然想出翻嚟啦。但我哋而家係出院，我哋唔想翻入醫院啫。咁所以如果我哋冇一個特別嘅措施，能夠令到我哋可以順利出院嘅話咧，咁我哋就好唔願意見到你嘅現象。咁剛才廣東先生話，現在嗰個立法局。咁點樣交代呢？其實好簡單，立法局向你交代，向英皇制誥交代。英皇制誥喺明年6月30號之後呢，就唔再有效噶啦。我哋點樣想像嗰個英女王嘅授權可以延伸到明年6月30號之後呢？首先呢，有一點我一定要講得好清楚嘅，我較早就已經講過嘅啫。我頭先已經講過呢，就係醫院同1997呢唔係完全一樣嘅，但係我想説明嘅就係成功同順利係有分別嘅。咁可能你諗到啲更恰當嘅比喻都唔定。不過有一點我都想更正一下你嘅睇法。香港嘅立法局呢，唔係向我負責嘅，我要向立法局交代就真。根據香港現有嘅憲制安排，將來嘅行政長官喺97年之後情況應該係咁樣嘅。咁當然將來嘅憲制情況係同而家唔同啦，人人都知道嘅。而如果我哋係有直通車嘅話呢，咁佢哋都係要重新去宣誓啊。另外亦都要有其他嘅指標，佢哋要達到嘅。如果唔係嘅話，司徒華先生都反對啦。喺基本法入邊寫得好清楚呢，冇話到有一個所謂真正嘅直通車。都係有個條件，就係如果97年前嗰個立法局嘅組合同第一嘅立法會嘅組合係吻合嘅話咧，就可以通過一個剛才總先生所講嘅簡單嘅手續咧，係過渡。所以其實直通車呢個講法咧，我認為某個程度上咧係有誤導嘅。其實唔存在直通車呢樣嘢。點解唔存在咧？基本法已經明明寫明嘛，唔係符合嗰一屆。如果你要符合97年前，要符合97年後個第一屆立法機關嘅組成，先至可以通過個手續嚟到過渡。我覺得咁現在唔符合啊嘛，係嘛？如果你話選舉方法有爭議嘅話，我就請問啦。咁其他一個被認為好細嘅問題，話現在立法局嘅議員點答先好嘛？等我問一個問題先啊！我諗呢個係相當重要嘅。你就認為當基本法講到一個選舉嘅立法會嘅時候，佢嘅意思即係話係由一個400人選出嚟嘅立法會啊？咁臨時立法會俾一個被委任嘅機構裏面嚟委任出嚟，喺立法喺聯合聲明度邊有講過啫？ 97年7月1號之前喺香港按照基本法第一屆立法會去選舉產生，廣東先生你會唔會支持？會唔會協助呢？嗰個係完全基本法寫明嘅，而同95年嘅選舉呢係有唔同嘅，起碼喺嗰個立法局嘅議員個20%嘅外國居留權呢係唔同。或者我哋翻嚟先答呢個問題好嘛？或者我而家先休息一陣，咁陣間翻嚟咧聽下港督嘅答案係點。歡迎繼續收睇彭定康論壇，或者我哋先請咧港督先生咧就好簡短咁回答一下程介南先生頭先嗰個問題先。或者等我先講講先，就係
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就係程先生答我個問題嘅時候，就問我另外一個問題，而唔係答我個問題。或者等我咁樣答佢啊。如果係程生而家話俾我聽，話喺6月30號之前，佢就建議話應該有一個更公平、更公開同埋更自由嘅選舉嚟選入立法局，比起95年係更甚嘅。咁我相信每一個人，包括司徒華先生呢，都一定會好有興趣要考慮呢個咁嘅提議嘅。咁但係好不幸呢，呢樣嘢而家就係冇得考慮嘅，因為我諗香港人人都係好希望係接受程先生嘅同事所提出嘅現在嘅方案。或者我哋轉個話題咧，開始傾下咧，就係民生方面嘅。咁我哋睇得到咧，喺呢份施政報告裏面咧，同港督以往幾份施政報告有好大嘅唔同咧，就係民生嘅內容咧係講少咗好多嘅。係啦，港督先生，你咁樣做係咪有特別嘅含義嘅咧？唯一嘅想表示嘅咧，就係我想好深啲咧，就唔使講到好似賈斯特羅咁長篇大論，因為以往咧就施政報告都相當長嘅，就要講齊晒政府嘅各方面嘅政策建議。不過我想補充一點。我哋一路咧就已經係推行一個5年計劃嘅，其實咁有好多事情呢，就係關於過去3年前已經許諾要做嘅事。咁好明顯呢，冇乜理由我而家仲要做一個5年計劃嘅，呢個顯然係後任行政長官要做嘅。如果我而家做嘅話，反而呢就係唔啱添。咁雖然係咁，我哋其實就住來年呢，都已經有好多相當好嘅政策方針。咁肯定我哋就唔係一路到6月30號喺度瞓覺嘅。或者我哋聽聽一位同學問一問有關於民生問題先好嘛？請各位同學。彭定康先生，咁而家每一日呢，有150位內地來港嘅新移民加入香港，咁佢哋好多時候唔能夠即時申請公屋，唔可以申請綜援。甚至乎有啲適齡嘅學童呢，唔能夠揾到入讀學校㗎。咁究竟我哋富裕嘅香港點樣去幫助呢班新形成嘅弱勢社群呢？港府會唔會成立啲跨部門嘅處理小組去解決呢啲問題呢？唔該。係啊，我都認為呢個呢係我哋面臨最困難嘅社會問題之一，亦都係最具挑戰性嘅。對將來嚟講，150個人一日呢，聽起上嚟唔係好多，但係呢，一年呢就超過5萬人㗎啦。我哋而家一路做緊嘅呢，就係首先呢，就希望能夠確保到新嚟香港嘅移民，佢哋有本小冊子可以話俾佢聽呢，佢哋可以攞到嘅一連串服務係乜嘢，令到佢哋知道呢係點樣，譬如話令到佢哋嘅細路可以有書讀啊，房屋方面又點樣啊，幾時合資格可以攞到呢一個社會保障嘅福利啊。同時呢，我哋亦都用額外嘅資源俾啲學校同埋俾啲志願機構，令到佢哋可以提供下舉個例。語言嘅教導，因為好多時呢，我哋見到有啲嚟香港嘅兒童，佢哋唔識講廣東話，亦都唔識講英文，所以呢，我哋係想幫佢哋嘅。我係完全同意你所講嘅説話，係需要有一個有統籌嘅動力，由我哋嘅房屋處啦、衛生署啦。包括係政務處啊等等啦，全部一齊合作，因為我哋希望盡量歡迎所有嚟嘅移民，希望盡量令到機會佢哋可以貢獻喺香港嘅良好嘅情況，好似過去嘅移民或者係難民做過咁樣一樣。咁啊，講到喺施政報告裏面咧，就講咗好多咧，佢關於佢嘅提出嘅施政嘅方針裏面有好多滿意嘅。咁究竟市民對港督呢份施政報告又滿唔滿意呢？咁我哋委託港大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咧，同我哋做調查嘅。咁啊，發覺市民嘅對施政報告滿意程度一年比一年係低嘅。咁我哋或者睇一睇啊嗱。咁喺92年嘅時候咧，第一份施政報告咧滿意程度咧係有70%嘅市民嘅。咁到93年咧就跌咗一啲，有72%。咁但係94年滿意嘅市民就大幅下跌20個百分點，就去到咧係51.5嘅。咁而去舊年咧又跌咗少少，唔夠50%添。咁今年又點咧？我哋睇睇。今日升翻少少嘅，係47.6%。係啦，鍾庭耀先生，咁呢個調查就你做㗎。係。咁你對呢一個咁嘅數字咧，有咩睇法咧？其實我哋有一個少少嘅更正咧，就係到我哋最後嘅資料咧，
就全晚嘅總結咧，其實就係42%嘅啫，即係話嗰個滿意程度係跌咗少少嘅。不過呢個喺大體嚟講唔係話太大影響，因為我哋睇一個滿意程度嘅人同埋一啲表示不滿嘅人數咧，似乎滿意程度嘅人數係多少少，即係話40%度係滿意啦，30%幾係唔滿意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歷年咁去睇咧，似乎呢個數字咧係不停地係下降嘅。咁而今次亦都會見到咧，就係表示不滿嘅人士咧，其實亦都係上升到係咁多次嚟講係最高嘅。咁所以我諗喺即時嘅反應嚟講咧，市民就係不太滿意呢一份報告嘅啫。港督先生，你點睇咧？ Well, I'd like to ask one point. 有一點我想問一問啊，我頭先唔係好聽得清楚你講咧，就係話嗰個不滿意比起不滿意仍舊係相當高，係咪咧？我哋滿意嘅人數咧係42%，42%。不滿意嘅人數咧係36%。咁嘅睇咧，就話滿意人數咧係會多過不滿嘅多一啲。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喺你第一份施政報告嘅時候咧，即時嘅反應咧係有成77%係滿意嘅。咁換言之咧，喺歷年個走勢嚟講咧，係一路咁下跌嘅。Can I just check one other thing with you? 我仲有一點想問清楚。你知道嗰個浸會學院嗰度咧都有一個嘅調查咧，關於過渡期，咁佢哋都係一個相當有聲譽嘅調查機構啦。咁佢哋大概1個星期之前咧，亦都係公佈結果，就話咧，好似有67%咧就係對於政府嘅公職滿意嘅。咁你會點樣即係協調67%同而家呢個數字呢？因為好似其他啲調查都係同浸會嗰個數字差唔多嘅。因為話晒我哋講緊嘅呢，就係4-5年嚟嘅計劃嘅結果，同埋香港嘅民生水準罪行減少、通脹減少、經濟增加，同埋即係社會福利方面嘅開支都增加，呢啲應該都一般對人對政府嘅簡單咁樣講見解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喺另外一啲嘅問題，如果我哋問市民係對整個香港政府嘅運作滿唔滿意咧，嗰個滿意程度係比較係高一啲嘅。或者我哋聽聽阿連生有咩想問你講到？我諗嗰個滿意程度咧，就唔係一個好客觀嘅標準去量度一份即係呢個施政報告好唔好。譬如我睇今年嘅施政報告咧，係睇起上嚟嗰成個難度係高啲嘅。佢比較少講即係民生嘅問題啊，而大多數市民都會講民生嘅問題。但係佢今年個施政報告都講咗個好重要嘅問題，我諗我哋頭先都冇提及到嘅，就係嗰個歷史回顧嗰部分啦。總督先生咧就好強調香港嗰個成功係由佢個開放社會，即係同埋呢個法制引致嘅。咁至於開頭嗰時講咗一句話係香港人即係努力得到嘅結果，咁似乎咧就即係輕輕帶過。同埋咧佢喺第28段即係講呢個問題嗰時咧，都冇講到即係中國對香港嗰個貢獻，只不過係後來咧喺某一段嗰處咧係講到咗即係中國嘅經濟發展對香港嘅嗰個幫助。但係喺嗰處咧其實亦都係講咗中國對香港嘅好處。調翻轉頭咧，亦都講香港對中國好處係好大，似乎咧就嘅意思咧，即係話大家都冇欠大家，所以我嗰個講法咧，我覺得係好具爭論性嘅。我諗即係20年之後啊，好多呢份嘢入邊都嘅嘢都忘記咗之後咧，嗰個問題仲會存在嘅。所以我想今日即係特登即係問總督先生，即係你自己覺得香港嗰個成就咁大啊？喺4個原因當中啦，呢個開放社會、法制。香港人嘅努力同埋中國嘅對香港嘅一啲支援，邊個係最大咧？個次序係點樣分呢？我認為毫無疑問最重要嘅因素喺香港嚟講就係法治。由於有法治咧，就令到我哋有呢一個開放嘅經濟可以經過咁多年以嚟不斷蓬勃。唔好忘記咧，佢係令到香港咧係根本上係比中國經濟未曾開放之前呢，已經喺70年代開始香港開始蓬勃同埋繁榮㗎啦。我毫無疑問咁樣深信啊，中國經濟嘅開放係對於全世界嚟講喺過去嗰15-20年裏面最重要嘅一件事嚟講。呢個咧當然對香港帶嚟咗好大嘅益處啦。但係同樣嚟講咧，我亦都毫無懷疑咁
咁相信呢，香港對於呢一個中國嘅開放呢，亦都作出咗好大嘅貢獻嘅。譬如話，你諗諗啊，最大嘅中國外資投資者就係香港去嘅投資，咁所以香港呢，對於中國係有貢獻嘅。你講得好啱，香港呢，亦都係從中國呢個咁勇敢嘅經濟改革方面得咗好多益處。好啦，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咧，咁陣間翻嚟咧，我哋會集中喺最後一節咧討論下香港未來嘅展望係點嘅。一陣見。珠台世陀精選超越巔峰。歡迎繼續收睇彭定康論壇嘅。咁喺呢一節咧，我哋會集中討論一下香港未來嘅發展嘅。係啦，港督先生，你喺施政報告裏面提到咧，未來嘅行政長官會面臨第二次過渡。咁所謂第二次過渡咧，就係應該帶香港應該帶領係點樣走嘅。咁你又提出有10點咧，行政長官要注意嘅。你提出咁多嘢，你唔怕人哋話你為未來嘅行政長官定咗個框框咩？ No, and I certainly 我諗唔會。 wouldn't do anything 事實上，無論點呢，我都唔會令到將來行政長官嘅工作更困難嘅，因為佢本身嘅工作呢已經好困難，但係亦都係非常令人振奮工作。我只不過係想指出呢，喺佢要做嘅事當中呢，自然會包括啲咩事，因為我哋而家講緊過渡呢，就係香港作為一個偉大嘅國際嘅亞洲城市過渡到香港將來好似亞洲區嘅一個紐約市一樣，係一個最重要嘅金融中心。呢點我好有信心會發生嘅，而且如果我哋將來啊係好似而家咁樣運作嘅話呢，就一定會能夠咁，而且更成功添。港督先生。你呢就提到特區行政長官呢，你會全力去協助，即係候任嘅長官啦。咁同埋籌委會，你都會盡力去協助。咁但係似乎而家擺在眼前呢，即係佢哋就會好關注咗臨時立法會嘅成立。咁你亦都講過你唔會協助佢哋喺呢一方面嘅工作。咁如果咁樣嚟講，會唔會表示即係你對佢協助呢其實好有保留？如果尤其是佢哋嘅工作好快就會集中喺呢個立法會嘅時候，咁你點可以協助到佢哋呢？或者我順帶一提就係話，港督先生，你今日施政報告咧係完全冇提到中港關係啊！喺以前嗰幾份咧，你哋花好多章節喺嗰方面做嘅。咁呢個會唔會意味住喺嚟緊呢幾個月裏邊，你會覺得呢個工作其實係好困難或者做唔到嘅咧？唔會，我就認為，好似我哋而家已經見到英國同埋中國喺過去嗰一年關係好轉一樣，我哋而家亦都係見到香港政府同埋中方嘅官員呢係有更密切嘅接觸。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咧，雙方嘅溝通咧同埋係來往係非常之多㗎。喺政府行政裏面每一個題目咧，佢哋都有商談過。我相信呢一個關係咧係會進一步發展。大家亦都知道，我哋有啲非正式嘅聚會，比如話我哋同新華社或者係港澳辦嘅人員同我哋嘅公務員會面，呢啲我認為都係好重要嘅，好有用嘅。而更重要嘅一點呢，就係香港嘅公務人員呢係應該更加熟悉中國同埋係發展語言嘅能力，即係等於北京方面嘅官員一樣會學識多啲關於香港嘅事一樣啫嘛。喺呢啲咁樣嘅方向，喺我嘅施政報告裏面簡單咁樣提過嘅，亦都係已經係詳細同埋咁樣喺未來嗰一年嘅計劃裏面呢係講咗，喺我施政報告亦都有發表到嘅。你喺你個報告當中呢，好詳細咁樣列出16個基準啊，去審視將來嘅一國兩制係咪能夠真正實現嘅？你所定出嘅16個基準呢係好具體而係好啱，但係你冇講到啊，點樣先能夠達到呢16個基準呢？咁樣係咪靠某啲人啊良心發現咁去恩賜俾我哋呢？抑或靠將來選到一個好嘅行政長官就做得到呢？咁樣抑或係要有一個民主嘅制度先能夠保證啊？呢16個基準可以達到呢？當然啦，發展一個民主嘅政制啊，係達到呢啲基準嘅一個關鍵嚟嘅。而有關方面呢，亦都作咗承諾，就係香港將來會發展民主政制。
但係我喺報告裏邊想做嘅呢，就係舉啲例子，説明香港本地嘅人同埋香港以外國際人士，佢哋會留意啲乜嘢事，去確保香港將來係咪好似而家一樣，同埋香港將來嘅生活方式係唔係好似聯合聲明裏邊所講嘅一樣嘅？咁其中有包括咧言論自由啦，係咪會有集會自由啦？仲有譬如你閣下係咪可以而家好似而家咁行使各方面嘅自由？咁人人都好希望將來香港同而家一樣啦。而世界各國嘅人呢，都會密切留意呢點嘅。行政長官佢係咪行使自主權呢？香港係咪負責本身嘅儲備同埋自己嘅預算案呢？呢啲都係問言下之意，你係咪即係話希望國際方面對香港以後喺97年之後呢幾方面有所監督呢？我肯定深信，由於香港喺世界同埋響呢一個地區嘅重要性，世界呢無可避免咁樣一定會係關注香港嘅發展同埋北京點樣處理香港。作為一個試金石，可以睇睇呢喺中國將來喺國際舞台上面點樣行為。我個人認為，中方政官員亦都係咁樣相信嘅。或者我哋呢就討論就差唔多啦。咁過去幾年嚟呢，我哋喺廣東發表施政報告嘅時候呢，我哋都係委託港大同我哋做過調查，就係講下市民呢就係對港督嘅評分係點嘅。咁今年我哋都係有做嘅，或者我哋睇翻過去幾年嚟市民對港督嘅評分係點啊啦。喺92年嘅時候，港督係得到65分半嘅。93年呢就係有60分，94年嘅時候呢就係有57分，到舊年係跌咗少少，評分呢就係50分多啲嘅。咁至於今年係幾多呢？或者我哋問一問阿鍾庭耀先生，究竟個數字應該係幾多啊？係今年嘅數字係56.4嘅。咁換言之呢，就係比起舊年嚟講呢，係有一個進步啦，即係進步咗5分呢，差唔多一個級別咁樣嘅增進㗎啦。不過呢，都要值得提嘅呢，就喺我哋做過好多評分裏邊呢，就其實好多嘅立法局議員，譬如最受歡迎嘅立法局議員呢，都有60幾分，而港督先生喺最高峰期呢，都有成65分嘅。咁似乎都仲有段距離。你呢個評分即係方法有冇考慮到嗰個即係嗰啲考試題目嘅難度啊？即係可能即係越接近97嗰個，即係要解決問題越難，咁變咗佢即係港督即係雖然盡佢嘅能力去解決問題，但係結果都唔係好好嘅時候，咁個分數會低咗。咁當然呢個就係由市民去理解啦。或者程介南先生點樣睇呢個評分呢？我就從來唔習慣去用一個簡單嘅分數去衡量一個咁複雜嘅人物同埋一個咁複雜嘅事件。我就想跟翻正話嗰個講法，其實喺港督先生講嗰16個問題之中呢，其實個答案唔需要我哋再去追尋。基本法入邊呢，喺港督先生到任之前呢，嗰16個問題其實都已經有咗答案嘅。咁或者港督先生即刻會問一個問題，就係話佢懷疑，可能就懷疑中國會唔會去執行就信唔信嘅問題。咁我就問翻轉頭，如果真係你認為有個信嘅問題，咁當初英國就憑乜嘢你就信同中國簽中英聯合聲明，就歸還香港，讓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呢？即係我覺得呢個問題嘅答案其實已經喺度啦。雖然係用一個問答嘅方式去問呢個問題，但係咧，我覺得其實有一個或者我唔好岔開其他個問題。悲觀嘅預見就唔係幾好。我覺得評分有時咧就唔做得好準嘅。第一，睇所評嘅對象係乜嘢，就再其次咧就睇俾分嘅人佢嘅水平又點樣。譬如好似一幅畢加索嘅畫咧，有啲人可能俾佢100分，有可能俾佢係0分嘅。咁睇評嘅係乜嘢，評嘅人係乜嘢先得。咁雖然我教咗4人書係俾慣分嘅，但係我就唔中意咧對彭定康先生咧俾分。或者港督先生，今年係你最後一次施政報告，咁你點樣睇呢一份市民對你嘅評分？有2點我想講。第一呢，如果我係畢加索畫呢，咁我諗佢係屬於藍色為主嗰個階段。咁喺我經驗喺我記憶當中呢，政界人物通常呢都係即係見到特別令人鼓舞嘅成績嘅時候呢，會更加開心。咁你話今年比舊年好咗，咁我當然開心啦。咁就將來大概就唔可以有評分。
咁不過講得認真一啲呢，政界嘅人唔應該純粹睇民意調查去衡量自己嘅，應該睇原則。不過即係50幾50%幾60%，咁就同克林頓總統差唔多，而好多人都覺得佢會大幅度取勝添。我有一個比較嚴肅啲嘅問題，就係、你頭先喺呢份報告入邊講到，即係香港嘅福利開銷啊，仲冇香港人化妝品嘅個開銷上面咁大。但係我計算咗一下，如果或者時間冇幾多啦，或者你快啲問，或者講到快啲答好嘛？我計算咗一下就係、如果我哋將香港嘅無形嘅津貼啊，譬如好似房屋嘅津貼啊等等都計埋落去咧，咁其實實際上嗰個數目咧已經幾乎達到美國人嗰、個每個人得到嗰、個福利津貼嗰個水平啦。咁呢個係咪值得擔憂嘅咧？唔係，我哋只係將我哋全港生產總值嘅18%愛嚟做公帑嘅開支，呢個百分率喺97年呢，仲會比起80年代初期更低。我諗咧，我哋係負擔得起一個好嘅安排俾嗰啲係有需要嘅人、年老嘅人等等。我哋喺過去4年呢，係對於長者方面嘅福利呢，已經係增加咗14%左右。咁我諗我哋係負擔得起嘅。我要同意你個講法，我哋要審慎行事，亦都同意呢，就係我哋要避免好似歐洲式咁樣嘅福利問題喺未來幾年唔應該出現，因為咁樣咧就會影響香港嘅經濟表現。唔好意思啊，或者我哋今晚嘅節目時間已經差唔多啦。咁我哋今晚咧係好多謝港督彭定康先生啦，4位嘉賓同埋係咁多位同學嚟參加我哋嘅討論㗎。仲有就多謝各位觀眾咧喺屋企收睇，再會。